歡迎大家嚟到馬 Sir 教室地產代理資格考試最後1分鐘。今日講嘅資料係關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EAA 出嘅通告。一齊睇條模擬考試題目。以下那項陳述係符合地產代理監管局關於一手嘅指引。第一，總樓盤監督通告有寫明總樓盤監督嗰個要求。喺呢度講緊，佢調派一手樓盤嘅員工數目要同佢個管理被委派嘅員工能力相稱，即係話你一個主管冇理由可以管理1000人噶嘛，所以呢個係好正常、好合理嘅，所以呢個我會揀佢。第二個，銷售開售前最少1天向公眾提供被遣派一手樓盤銷售點嘅員工所有名單，即係話如果我係主管，我嗰日有100個人派出去某個樓盤，我要向公眾交代，呢個有啲疑問喎，我覺得奇怪，唔好揀佢。第三，備存一份一手住宅樓盤銷售前簡介會。咩叫簡介會呢？咁呢個幾好嘅。有一手樓之後呢，其實為保障消費者呢，所有喺樓盤銷售嘅前線員工都要參加簡介會，以了解關於樓盤嘅資料，係保障消費者嘅。我非常同意呢個做法。咁我有呢個記錄之外呢，仲要有翻呢個銷售前簡介會員工出席記錄，同埋被委派員工嘅名單，好正常嘅。因為點解呢？監管局就係想知道嗰啲人係派到呢啲地方呢，全部有參加簡介會先做銷售，即係保障消費者。咁睇完之後呢，你會揀啲咩答案啊？冇錯啦，答案就係 C 啦，1同3。睇翻個通告咯喎，考試我講咗好多次，必須要睇通告。咁呢個通告咧，同頭先嗰個問題有啲關係嘅，就講一手樓盤銷售秩序嘅指引。頭先講過樓盤監督咧係有要求嘅，就喺呢度啦。最少一定要有 E 牌。如果係大公司裏邊咧，佢最少呢個 E 牌人咧要做咗10年，仲要5年做主管。咁唔係好多人有呢個經驗嘅。咁如果係其他公司或者新開立嘅公司咧，就可以係佢嗰個公司嗰個獨立經營者、合夥經營人或者嘅董事都可以，就唔需要達到10年同埋5年主管嘅經驗。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啦，好多學生咧係冇留意呢 part 嘅，就關於呢個總樓盤監督咧，佢個記錄好緊要嘅。如果3年內被紀律處分咧，就唔合格嘅。好啦，呢個紀律處分咧唔係講公司內部，係地產代理監管嘅紀律處分，上網頁就睇到㗎啦。咁其他以下嘅資料咧，大家詳情咧就係關於頭先嗰條問題嘅。咁最後啦，我本書咧有好多馬術提示嘅。如果你睇下馬術提示20，就已經講緊啦。喺銷售點上個員工記錄咧係提供副本俾監管局，就係頭先問題嗰個答案啦。咁另外呢個都提一提，就係話而家一手盤咧，所有非持牌員工咧喺銷售點咧唔可以作任何形式嘅推廣活動，即係代表咩啊？冇牌嘅人去到銷售點派傳單得唔得？係唔得嘅，所以大家留意啦。如果你想上課堂咧，亦有嘅，上我網頁，我有啲線上課堂，拍晒所有視頻，然之後大家咧幾時睇都得，3個禮拜任睇。如果唔明白嘅，線下問我，我會親自回應你嘅。祝大家考試合格。